第12課公司、學校。生詞：公司、辦公室、辦公大樓、職位、總經理、計劃部、經營部、部長、主任、會計、出納、生管、倉管、幹部、公務員、待遇、薪水、學校、班、課室、疑、難。點解？因為。你喺邊度做嘢？我喺外資公司工作。你做乜嘢職位？我做人事部部長。你哋公司叫乜嘢名？喺邊度？我哋公司個名係大同，工廠喺平陽。你公司做乜嘢㗎？專出產家用電器。公司喺咁遠，每日你走車定坐車返工？公司有車接送。聽話你夜晚去讀廣東話，係唔係？係啊，我星期2、4、6夜晚去讀。你喺邊間學校讀嘅？我讀喺市商業華語學校。你學校喺邊度？喺第3群阮時明開街484號。你班有幾個同學？有20個到。你老師係邊位？林老師。你覺得廣東話點樣？唔係好易，都唔係好難。點解你要學廣東話？因為我想幫香港人做生意。